部機我買咗咧就可以自己日日用咯，一日用幾次都得咯，我可以帶埋公司返公司用。因為平時我個兔仔咧好凍㗎，舒服㗎，暖暖地好似暖宮咁樣，即係可以擺落啲油得，即係佢可以20分鐘咧擺唔同位置㗎。105都幾好喎，喂，縮咗2 cm 喎，咁犀利？係啊，唔錯喎。